做恤衫、西裝嘅每一個細節，見證住一個香港裁縫家族嘅堅持。每日諗辦法點樣去做好啲。我諗我好慶幸地係揾到喺公司入邊揾到自己嘅 passion 嘅。唔同世代各展所長，既傳承父輩嘅技藝，亦都係對家鄉嘅回歸。我回想到我父親點樣喺上海學藝啦，佢點樣喺家鄉出嚟啦，維繫住我哋呢個品牌裏邊呢個大家庭啦。呢個西裝你認得？認得。認得咩啊？分咯。係。張中琪 Tony 係本地男裝服飾品牌嘅第二代傳人，大仔張奕霆 Justin 喺2010年開始幫手一齊打理呢盤生意。睇見其他地區嘅 Suit Walk 紳士遊行搞得有聲有色 ，Justin 同行內朋友籌備香港第一次紳士遊行，吸引咗超過150個西裝愛好者同業界人士嚟參加。咁我覺得香港呢個有咁濃厚嘅裁縫嘅 culture 喺度，就一定需要一個咁嘅 walk 嘅。我諗我哋個構思就成日即係覺得，如果係用 fashion 嘅角度嚟睇，就係唔係真係 model 嘅，係真人。我哋又真係有啲男士係日日咁樣着衫嘅。咁個 catwalk 就係香港呢個街道咯。I would advise everybody to walk relatively slowly because it's such a short walk. 成個活動籌備咗1年 ，Justin 希望多啲人認識本地裁縫嘅精湛手藝，因為香港亦都曾經有裁縫之都嘅美譽。有咁多個年輕嘅嚟 support 呢件事係好開心嘅。我都有啲客或者台北飛過嚟，又知道有啲日本媒體飛過嚟，有啲好似泰國啊嗰啲，澳洲都好似有。咁變咗係，我覺得係對香港一個tailoring 嘅一個中心係一個認可嚟嘅嚇。It's nice to meet a bunch of other people who are also really interested in tailoring, in menswear. Do you have your group? Well, I think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Hong Kong's tailoring scene and menswear scene because it has a very, very long lineage. 超過150個參加者着住西裝，由中環大館慢慢行落去皇后大道中，就好似喺中環街頭做時裝表演。做咗40幾年西裝恤衫品牌 ，Tony 都係第一次見到呢個場面。希望每年都做，能夠帶動呢一個嘅裁縫業嘅一個興旺咯。搞呢個 Suit Walk 咧，亦都帶起咗呢個中環嘅特色啦。中環係一個商業金融，所以咧就當然啦，就着衫個品味咧，香港都可以大家喺呢度睇到咧，係都有自己一個獨特個風格嘅。睇到個仔為裁縫業出心出力 ，Tony 一直默默支持。分啊，梗係100分啦！唉，真係由計劃，因為我由計劃到而家咧，即係其實睇到用好多心機落去。OK， 鬆一口氣啦，因為始終都有投資一部分係公司錢嘅，咁即係希望爹哋都覺得做得值得嘅，絕對值得。9到10個都有。倫敦巴黎喺傳統嘅華人家庭，生意都係由仔女繼承。Tony 亦都唔例外，佢喺80年代尾接手爸爸嘅生意，目標要將恤衫店打造成知名品牌，守護爸爸畢生嘅心血。第一步嗰時候我做到嘅咧，就喺美國紐約開咗我父親嘅第一間國外嘅分店。
個分店嚟講，我要做到就係嗰個格調要好高啦，即係裝修啊嗰啲做到都好極致。嗰個年代開始就所有裁縫鋪都做恤衫啦，所以我哋恤衫鋪都可以做西裝啦。咁喺紐約店嘅時候開始就一步一步就慢慢建立我哋呢個西裝嘅呢個部門啦嚇。你斜啲嘅話咧，咁即係等於呢個位可以細啲啦。咁度得準嘅，即係呢個袖就要放大啲啫。係。打拼咗40年 ，Tony 而家已經70歲。佢承認一直都想自己仔女接手呢盤生意，所以喺 Justin 去美國讀大學嘅時候，鼓勵佢選修時裝管理，為接班鋪路。最緊要冇強迫性，即係佢係要慢慢自己感受到係中意呢個行業，佢先入嚟。即係好似佢大學畢業之後咧，佢係想係做啲 casual 啲嘅衫嘅，就喺紐約係一間fashion house 就幫香港一間百貨公司做啲梳成啊嗰啲咁嘢。咁佢話：咁你想做嗰邊？我話你做嗰邊咯。Justin 唔抗拒爸爸嘅建議，喺美國嘅時候會去紐約分店幫手。佢話最初都冇諗過要打理家族生意，但係不時聽到熟客嘅分享，感受到佢哋對自己家族品牌嘅信任，自己都被觸動。喺紐約鋪頭幫手做啦，先至會遇着一啲客係話啊，你係 Ascot Chang 嘅第3代，我嗰陣時第一件恤衫係你爺爺喺尖沙咀幫我度身試身做㗎，咁嗱而家我帶我個仔或者我個孫入嚟，都係幫襯你哋，即係好有呢個親切感同埋即係好 family 咁嘅 feel 咯。呢份充滿溫暖嘅玫瑰 ，Justin 深信係嚟自爺爺同爸爸對裁縫技藝嘅堅持。你車線一針要有21針，咁即係個車線要好密嘅，條或者啲格仔要對花對格嘅。即係你需唔需要做咧？其實唔係幾需要嘅，但係就係一個對我哋做一件恤衫嘅堅持或者個精神去做，點樣去做一件好嘅恤衫出嚟。好，預備3、2、1，好。要我點做？做到件靚衫都要有人欣賞。Justin 近年自己拍片做埋生招牌，一開機就投入角色。好，預備3、2、1。驚頭似見你錯晒。係咩？我都盡量去做啦。我諗喺嗰邊嗰條樹行係越嚟越多客咧就上咗我哋啲社交平台，見到某啲衫啊、某啲着法啊，跟住翻鋪頭話啊，我想做翻呢件衫咁就，所以我哋就開始做多啲。一陣停低諗嘢，佢之後望出邊，之後再頭交執行。OK 就唔望係啦。OK。嗰個 shot 係按立法會咁樣。同爸爸以前出錢賣廣告嘅行銷方法唔同 ，Justin 請咗後生員工一齊度下橋，提升品牌活躍度。即係我會喺呢度工作，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老闆嘅親和力，我覺得係比起其他公司係好好多嘅。即係真係有問題可以拋出嚟講，大家可以有一個討論嘅空間。This is great. All right. Everything can be made like this now. Okay. This part's much better. Yeah, this part's better. No, I mean, even the cuff is better. The cuff is better. Like I can get my hand in and out. Yeah. 後生仔有好多創新嘅諗法。Justin 入行冇耐就識咗石賢正阿 Mark 開設男裝精品服飾店，同 Justin 一樣都對西裝好有要求，所以決定合作設計屬於佢哋嘅聯乘系列。Justin 唔係嗰種好
old fashion 嘅人，佢嘅諗法都係好 flexible 嘅，好 open。我係非常欣賞佢哋真係想做一件靚衫，佢哋唔係急住想做生意啊，佢哋唔係急住想出多啲產量啊，佢哋其實主要就係集中精神喺我哋一定要做件靚衫先。Justin 最想打破西裝襯恤衫帶俾人嘅傳統印象。喺同 Mark 合作嘅10幾年裏邊，設計過唔同類型嘅服飾。面對最大挑戰，就係做一件可以配搭西裝嘅 Polo 衫。由剪裁到選料，每一步都投放咗好多心力。end up 就用我哋嘅恤衫領嘅做法，啲料就好多料商就冇嘅。所以特登要去意大利嘅布料展去認識新嘅一批 supplier， 跟住即係可能要揾4-5間，跟住再試咁縮水程度，即係好多呢啲咁嘅細節嘢要諗嘅，咁就所以嗰個都可能經咗成一段時間，我唔記得可能半年先至真係出到一件我哋覺得OK 可以賣到俾客嘅 product 嘅。That's a very vintage. Yeah. 我都好慶幸可以同媽可以合作到，因為之後亦都引發到我會講我哋自己嘅 wholesale 個 business 亦都大咗啦。咁又多咗啲機會係同啲其他國家嘅唔同店鋪去合作啦。Justin 努力喺傳統中尋求突破，不斷嘗試。爸爸 Tony 相信新一代嘅創意可以將上一代嘅裁縫技藝喺呢片土地繼續傳承落去。我爹哋嘅年代嗰時候，裁縫業香港係好興旺嘅。到今時今日，我哋需要喺男士服裝入邊後生嗰度引發一個潮流感啦，愛好着衫嘅人咧增加多啲。喺呢個市場更加大，喺香港呢個更加呢個行業能夠更加進一步嘅蓬勃翻。Tony 家族經營嘅男士服飾品牌喺香港紮根70幾年，而家香港嘅廠房同門市加埋有90幾個員工，有唔少一做就做咗幾十年。當中做得最耐嘅係75歲嘅錢思成 Nelson， 負責海外巡迴展銷活動。當年只有14歲嘅 Nelson 睇到招聘廣告而嚟見工，視 Tony 爸張子斌為師傅。即係我媽咪同我入到去啦，就撞到師傅咁企喺度，就問佢你哋公司係咪請人啊？咁我哋睇報紙睇到㗎咁樣，咁啊師傅就答佢話好耐㗎咯喎，嗰段廣告。咁啊佢話係啊，但係我哋睇報紙睇到喎。咁啊師傅跟住就答啦，佢話唔緊要，你聽日返工得㗎啦咁。而家都係要睇返呢啲87年啦，呢個係。呢張相就係87年呢個鋪頭開張嗰陣時噶啦，呢個係57街嗰陣時，呢個第一間鋪嚟噶，呢個我啦，呢個師傅啦，呢個師傅當時幾後生，呢個靚仔 Tony 啦，德叔啦。Nelson 喺鋪面由學師做起，一步一步晉升到門店經理，喺度做咗60年，佢仲好記得師傅教佢度身同待人處事嘅態度。最高有一次嘅嗰個客曾經試過4次身嘅，而我哋幾師徒之間開會商量嗰件衫點解改極都唔得嘅。咁佢亦都冇話好似我係師傅，我大晒喎，你聽我講，我冇嘅喎。佢係直情係徵求你嘅意見，你覺得點樣去改咧？咁其實當時佢係師傅嚟噶嘛，我哋自己嗰啲嘢係佢教出嚟噶嘛。啊，但係佢係一個咁嘅人嚟嘅，所以係點講咧？係我自己覺得係比較難得咯。你成日就話啲料太重啊嘛，你上次都已經精簡咗㗎啦，係咪？因為你唔同嘅牌子咧，基本上好多都係
個花樣係重複嘅。Nelson 比 Tony 年長5歲，咁多年嚟 ，Tony 對 Nelson 就好似同哥哥咁相處。佢話爸爸一直教佢哋對待顧客同員工都要真誠相待。唔需要重複又重。由我父親教導落嚟啦，佢都係教我哋以誠待人啦，對啲員工啊嗰啲咧都盡量好親切嘅，即係唔係話跟住個老闆款去做任何嘢。我哋從來都冇呢個規律嘅，退休嘅年嚇，因為而家時下香港揾好嘅師傅係好難，亦都冇新人入行嚇，咁變咗喺呢一方面，我哋保留一個比較開放嘅，即係同個員工係合商。這個是湯桶。Tony 盡量留住老員工，但係裁縫業始終係傳統行業，越嚟越少後生仔入行。這個40件是分幾個顏色？2個顏色，就白的跟藍的。白色和藍的不同款不同米。哦，不同款的。它就是領款。為咗解決青黃不接嘅問題，佢喺7年前返嚟家鄉寧波奉化開設廠房，培訓新人。事實我哋係真係香港好難去揾到新嘅人，咁家鄉自然就變咗係一個選項。咁亦都係機緣巧合啦，即係佢哋要發展呢個區，有個新嘅一個區，咁有機會俾我哋可以攞到笪地。呢個廠房大約3萬平方尺，開廠頭幾年 ，Tony 並冇急於即刻投產，反而集中資源培訓員工，希望追得上香港嘅水準。培訓佢哋咧點樣睇我哋啲訂造單，初時佢哋唔識睇嘅。呢張單呢個客3件衫，呢件就要呢個領款，呢件就3身要做大少少。咁大概3年前到咧，基礎係打穩啦，揾啲員工係心要好定，對質量上有要求嘅。咁變咗呢個就係係啱我哋嘅理念。而家工廠有30個員工，平均年齡35歲，相比香港員工年輕。每個月可以製作大約700件恤衫，而由 Justin 管理嘅聯成服飾系列亦都喺度製造。Justin 覺得呢個生產基地可以推動家族事業嘅發展。經過呢幾年嘅訓練之後咧，啲工藝睇得出係好多時係好過香港添嘅。始終我哋香港有班老師傅。個心係想做好啲，但係始終或者個眼力啊、手力啊都開始老化啦。即係要諗得長遠啲，10年後、20年後、30年後係點樣繼續落去咧？翻奉化 ，Tony 唔單止投資工廠，更想回饋家鄉嘅年輕人。2024年，佢以爸爸嘅名義喺奉化職教中心成立張子斌紅幫事業獎勵基金，栽培人才，延續紅幫嘅技藝同精神。今年畢業咯，整件衣服基本上會做。之前我接觸職教中心咧，佢哋嗰個服裝系嗰啲學生咧，差唔多100%都係講做設計嘅。你設計好一件嘢，如果你做幾件衫出嚟，個工藝上唔能夠達到某個水平咧，就紅幫精神就好似慢慢就被好似淹沒咗咁樣。咁喺呢個構思裏邊咧，咁後期我哋同呢個學校個校長啊嗰啲咧，再研究咗個方案，做咗個每年嘅獎勵金。慢慢帶動咗呢一個紅幫精神。職教中心嘅學生，舊年參加咗寧波市中等職業學校技能大賽，設計嘅作品攞到金獎。就是我們這次的比賽嘛，融合了產教融合的理念，然後還是通過了 AI 賦能的技術，然後就是為了改善上環衛工人、加油站員工，還有道路搶險員，還有
建筑工程師這4個工種的那個工作需求嘛，依照他們的工作需求，我們設計了4款背心。比如說像那個船會工人，他那個夏季很熱，然後我們就在後面做了個風扇，你看有風扇，就是拆卸嘛，它可以拆卸下來，方便清洗。我很為你們光榮啊！你們拿到金獎，學校也很開心，我們雅信裡面也是很開心。攞獎嘅幾位學生都喺舊年暑假去過 Tony 喺奉化嘅廠房實習，學做恤衫。服裝廠那邊乾淨而又整潔，工藝也很精細，跟我在學校學到的潦潦草草不一樣。在那邊我可能就是一個事情做不好，我可以去拆它無數次，直到它做得更好，完成的度也更好。紅幫呢就是傳承，因為它是老一輩的精神的體現。那我們新一代的呢，也需要有人去傳承。那我們既然選擇了這個專業，那我們也是時候接起這份責任。Tony 希望紅幫精神喺年輕人身上埋下種子，慢慢開花結果。返到嚟家鄉開廠咧，我知道我爸爸係喺呢一個有嘅心願喺度嘅。行到呢一步咧，我覺得已經踏出咗我哋一個里程碑啦。攞肥多攞肥啲，我驚呢個位垮住咧，唔舒服。呢個位唔夠力。係。咁我家鄉奉化嘅生產基地逐漸上軌道，作為家族品牌第3代主理人嘅 Justin 就可以專注開拓新方向。呢個位唔夠力嘛。係。咁我諗住我跳力下級服呢就加硬佢。哦，加硬佢。加硬佢，即係佢可能呢個位窒咗咧就。為咗打破着西裝恤衫必然要打呔嘅配搭 ，Justin 就花咗唔少心思設計唔使打呔配搭西裝嘅衣領款式，並向爺爺張子斌致敬。最緊要就係個銅呢個銅襟個邊咧就會比較挺直啲。照我哋所知，出邊係冇人做過呢種領嘅，呢個做法係技術上又比較難啦。我哋開發嘅款式出嚟咧，叫 Ascot Collar， 致敬我爺爺啦。啲領型喺店鋪入邊咧有啲個 model number 嘅，咁我就特別揀咗一個53號領，就代表我哋創立嗰年係1953年。70幾年嘅生意個品牌，咁你唔不停諗辦法點樣去創新咧，就只會慢慢退步。所以就要帶住嗰個敢於創新嘅精神去繼續去行落去咯。我版嚟咗啦，嚟晒啦，好快。OK，嚟晒啦。係咧，咩年啊？2015年。呢樓應該係我哋㗎嘛？我哋嘅係我哋咩？70幾年嚟，品牌喺傳統同創新之間遊走。Tony 接手爸爸嘅生意後，40年嚟經歷過大大小小嘅挑戰，而家自己已經步入退休之齡，逐步將呢盤生意交託喺 Justin 嘅手上。由我出世一路跟住我爸爸睇住我哋呢個公司嘅成長，好似疫情期間有啲客成日入嚟，有嚟做衫啦。佢知道我哋艱難，知道我哋艱難，佢哋都會有可以盡一分力啦，可以咁講。呢個就係我好感激。但係都有啲可能花得滯，但係要睇下咩花呢個。我而家70歲啦，其實都慢慢都要交棒俾 Justin 㗎啦。咁我觀察咗好耐啦，咁Justin 就最緊要咧，即係佢對呢個行業係好有熱誠，
佢入行之後咧，佢都不停去 upgrade 佢自己對呢一方面嘅知識啊。我覺得已經超越咗我添。我會叫佢放心啦，因為我覺得我搞得掂嘅。退休嗰個時間可以拉長少少啦，咁慢慢嚟啦，慢慢嚟啦。如果可以的話嚇，咁就我會一步一步咁跟住上噶啦嚇。